讲到风台敢会来，要有真个变数。因过医生讲啊，其实风台要wat紧的是，因为台湾的环境转低压，自身你若又搁啉酒、啉冰的水，有可能增加心脏血管疾病、患死死亡。嘛影响到咱自神经运作，变你人呢较高性低。医生提醒讲，即包括气压啦、温度啦、湿度，只要是天气有变化，拢较有影响到较敏感的人。风台到底会来无？这应该是真侪人心内的疑问。严格除了防灾准备，你敢知影？其实身体变化嘛爱细腻。冰茶饮落透心凉，严格风台所带来低压，除了造成环境气压的变化，嘛包括着啉酒，也有啉冰茶，这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者雄雄过身的风险。对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跟猝死的几率。这时候会刺激我们的自律神经、交感神经，释放所谓的压力荷尔蒙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血管就会急速的收缩，收缩的时候会造成血压上升、心跳变快。隔了阵是因为要放风台假无，心神不宁。原来风台过境真正会影响心情。台湾目前的状况，等到第30号风台wat紧，台湾的气压就会来变低。进入大气压带，除了气压，包括温度、湿度等等，突然间的天气变化，其实拢会影响到血管的收缩。一般健康的人，其实基本上对外界的变化冲击是，它的耐受程度是比较高的，但是并不代表说完全100%就是不会有问题。突然的气压的变化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外界环境的变化对身体所产生的冲击。天气转变，身体先有感觉。医生提醒，敏感的族群除了温度的变化，嘛爱注意变天带来影响。身体健康千万唔通放外挂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